代表好多人想問你，你咁精神，你嘅秘訣係乜嘢咧？除咗即係跑步啊、行路之外，我淨係行路，淨係行一味嘅人，獨沽一味嘅，行路，睇電視咧，我多數企喺度睇嘅，一路睇咧就一路咁樣喐下，咁樣咧雙料娛樂，咁樣咯，就係咁啦。就係咁簡單嘅。大家記住啦，今晚翻去即刻做啦。係啊，如果你哋後生嘅時候喐動下咧，到咗我94歲嘅時候咧，都應該係冇問題嘅。如果唔喐動嘅咧，到我94歲嘅時候咧，我就或者瞓床，或者係坐輪椅都未定嘅。所以啊，大家要多啲喐動，多啲喐動，係冇錯。咁你到你唔收時間喎，今日要落去喎。唔係，你唔係落去，你翻去後台啫。係啦，好嘅，企啦嚇。俾啲掌聲俾阿姐啦。多謝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OK， 你落翻樓梯先，你落翻去先。哇！你對鞋咁靚嘅，咁高調先。OK， 我呢度都穩陣嘅。